今日来甲恁介绍这款王利达大饼摆个地冷电磁炉，你睇伊这款碗吼是个木材碗大公路架啊吼，来了上架花甲咱生6大只个来包用30年，了如果你用10年来啊，质量出现问题，伊特质就甲咱换个升价，你晓得啊有文化向，所以才内部就非常甲有化价。你这个方面，你睇伊个是遐支环保煤只个，伊只个落耐抹甲耐刮甲，你睇我摕过遐支铁丝咯，来这定咯，这年末落，这年末落咯，讲了就袂坏个吼，来用非常好。你只个也是当来攞布物件吼，也是当去滴了到这方面个吼，非常个清爽。要保落，轻轻切落去个，准啊白白。你来睇这度甲讲咧，有一个做好熬汤啊、蒸菜啊、补水啊、焖火、补火、回味、做糜炒菜，你话上喜欢伊这个定死2月讲咧。比如咱这种来攞熬汤啊吼，古熬咱就好定死，那会定1点钟、2点钟啊吼，随人定伊个行整点到啊，伊就自动2点来非常甲换窗，你也过方便，你同免得真系只个物件直当拉比当剪，结果啊吼贵到兴啊吼，你睇个后半样你睇咯，伊个是全部加高材质噶，你睇咯，这个全部来做到非常甲大点甲够色噶吼，来你看佢大机个线只款式吼，伊这个落线只个吼非常甲美啊，来你这个有下格整个3、4整整那来用就非常甲换窗，你最关键个一点就是。伊个好冷地是个热气界，伊只个攞用就是上顶强点界。你睇，伊4口件啊吼，全部来甲咱做遐支不锈钢界来包啊全角色界吼，这啥咯？只个来耐光界啊吼，来你这版吼攞做大活动吼，只个原价一界落布啊吼是200正汤呢，这版来只钢从。19块9定，非常甲偏价。来，你睇规整个有零杯的，咁要只好了，你睇我甲咱保质期才会照顾。你也是差人睇啲吼，下晡个咪车订一去无？